传心发耀，黄碧山断际禅师著。当河东陪手执并书，黄碧断际禅师愿零落。有大禅师发为虚运，自杭州高安县黄碧山求放下，乃做起六祖之德孙，西东北中之法德，独配最上乘而文理之应，唯传一心经无别法，心体一空万缘聚集，如大日轮。星虚空中，光明照耀，情无牵碍。静之者无身故，无牵亲；随之者不力理解，不力宗主，不开好友，直下便是。运念即怪，灵修为本佛。故其言简。其理直，其道尽，其行高。四方学道望山离处，观上离我。往来海上，上千余人。有会昌2年堪于中年，自山迎之州，客良行事。但识运道，大中2年。堪于晚年，复去礼营至所部，安居开元寺，但识受法，体理机智，习得一理，佩在心印，不敢发扬。今恐入神，正义不闻于未来，虽出自受门下经泰州法界。归固山寺，讲当时，问长老法众，以往日常所亲闻，当义何如也？时当大中11年10月初8日戌，书为修学，祝福以一切众生。唯是一心，经无别法。此心无始以来，不沾生，不沾灭，不青不黄，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，不计身故，非长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名言，总则对待。动体便是，动念即怪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。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与众生经无别异，但是众生得上外求，求之转世，是佛灭佛。将心促心，强劫进行，将不能得。不知色念忘路，佛自现前。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；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。乃至六道万行，河沙功德。本自具足，不假收添。有言即是，言实即灭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你欲得上修行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。与道相怪，此心即是佛，经无别佛，亦无别心。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仔相貌。起心动念，即块法体，即为德相。无始以来，无德相佛。修六道万行，
欲求生佛，即是次第。无始以来，无次第佛。但我一心，经无小法可得。此即真佛。佛以众生一心无二，犹如虚空无杂无坏，如大日轮照四天下。日升之时，明遍天下；虚空不暂明，日灭之时，暗遍天下。虚空不暂暗，明暗之境自相灵达。虚空之性，跨然不变。佛及众生心亦如此。若观佛做清净光明解脱之相，观众生做孤独暗昧生死之相，作出解释，立好三劫将不得菩提，为得俗故。为此一心，经无未尽虚法可得。即心是佛，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，便以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，得上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？无心者无一切心也，如肢体，内如木石，不动不摇；外如虚空，不塌不碍。无灵所，无风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此者不敢入此法。空落空，无切迫处，故妄崖而退。内界讲求知见，所有求知见者如魔，悟道者如觉。文殊同理，普行同行，理者真空无碍之理，行者理想无尽之行。观音当大慈，世智当大智。为魔者证明也，证者圣也，明者相也。信相不异，故号证明。诸大菩萨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离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，乃以心外着上处境，皆以道背，幸好三者佛说是沙。诸佛菩萨释梵诸天，无力离过，沙亦不喜。牛羊通移，暂他离行，沙亦不怒。珍宝形象，沙亦不贪；粪尿臭秽，沙亦不恶。此心即无心之心，离一切相。众生诸佛竟无差别，但能无心，便是究竟。学道人若不得他无心，累劫修行将不成道。彼三乘功行屈实，不得解脱。连正初心，有知极，有闻发一念，便得无心者。有智是心，是住是平，是回向，乃得无心者。有智是地，乃得无心者。当地得无心乃住，经无可修可证，是无所得，真实不虚。一念二得，以是地二得者，功用恰奇，
境无深浅，其是历劫往受辛勤呢。做恶做善，皆是德相；德相做恶，往受轮回；德相做善，往受劳苦。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处本法，处法即心，心外无法；处心即法，法外无心。心自无心，亦无无心者。将心无心，心却成有，莫去利益，绝诸事义，故月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初心是本源清净佛，人皆有之，顺动含灵，与诸佛菩萨一体不二。只为妄想分别，做种种业果，本佛上实无一物。系统寂静，明妙安乐利益，亲自我立，跌下便是圆满具足，竟无所欠。纵使三期精进修行，历史地位及一念净时，只证原来自佛，向上竟不添得一物。临观历劫功用，总是梦中梦为。故如来云：我以安了菩提，是无所得。若有所得，令定佛则不以我受记。又云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是名菩提，即处本源清净心，以众生诸佛，世界山河，有相无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无以我相。此本源清净心，常自原明遍照，世人不悟，只认见闻各地为心，为见闻各地所惑，所以不度精明本体。但跌下无心，本体自现，如大日轮生于虚空，遍照十方，竟无障碍。故学道人为人见闻各地，思维动作，空却见闻各地，即心路绝无入处。但以见闻各地，处人本心。然本心不属见闻各地，亦不离见闻各地。但无于见闻各地上起见解，亦无于见闻各地上动念，亦无离见闻各地密心，亦无舍见闻各地处法，不即不离，不住不着，纵行自在，无非道场。世人闻道，自佛开传心法，将为心上别有一法，可证可处。虽将心灭法，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不可将心敬求于心。历千万劫，终无得力，不如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如历史埋下泪珠，向外求觅，周行十方，终不能得。智者知之，当时自见本主如故。故学道人昧自本心，不认为佛，遂向外求觅，去供用行。以此地证，历劫勤求应不成道，不如当下无心，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，亦无所得，无依无助，无能无所，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，急证道时，只证本心佛，
历劫供养，并是稀收。如历史得主时，只得本业主，不管向外求觅之力。故复言我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，恐人不信。故因我眼所见，我耳所言，真实不虚，实地义地。学道人莫疑四大为心，四大无我，我亦无主。故知初心无我，亦无主。我因为心，我因无我，亦无主。故知初心无我，亦无主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和合生灭，亦复如是。18界既空，一切皆空，唯有本心，当然清净。有色识，有地识，四大之心，其冲为幻。随顺吸用，不生贪着，谓之地识。四情趣味，妄生分别，为求色口，不生厌离，谓之色识。声闻者，音声定我，故谓之声闻。但不了自心，以声教上起解，谐音神通，谐音随想，言语运动，闻有菩提涅槃。三千几劫修成佛道，皆属声闻道，谓之声闻佛。为得他顿了自心，本来是佛。无一法可得，无一行可修，此是无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学道人只惊一念有，即以道皆义，念念无上，念念无为，即是佛。学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总不用学，为学无求无得。无求即心不生，无得即心不灭，不生不灭即是佛。84000法门对84000烦恼，只是教化接因门，本无一切法。离即是法，知离者是佛。但离一切烦恼，是无法可得。学道人若欲得之要诀，但莫以心上着一物，言佛真法身犹如虚空。此是如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常人为法身遍虚空处，虚空中含容法身，不知法身即虚空。虚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虚空，虚空毋是法身；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毋是虚空。但莫作虚空界，虚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界，法身即虚空。虚空与法身无异相，佛与众生无异相，生死与涅槃无异相，烦恼与菩提无异相。离一切相，即是佛。凡夫处境，道人处心，心境相忘，乃是真法。忘境有益，忘心自然。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无老无处，不知空本无空，唯一真法概念。此能觉性，无始以来以虚空当受，未暂生，未暂灭，未暂有，未暂无。
味沾花，味沾情，味沾酸，味沾汁，味沾笑，味沾怒。无封锁，无内外，无数量，无形象，无色相，无音声，不可觅，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处，不可以敬无会，不可以公用道。诸佛菩萨以一切顺动含念，当处听以涅槃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一念离尽，皆为妄想。不可以心敬求于心，不可以佛敬求于佛，不可以法敬求于法。故学道人直下无心，莫去利益。言心即差，以心传心，此为正见。心物向外着见，人见为心，是人察为主。唯有贪嗔痴，即力界定慧，本无烦恼，焉有菩提？故祖师云：佛说一切法，为持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本愿清净佛上，竟不着一物。譬如虚空，虽以无量珍宝庄严，将不能住；佛性同虚空，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，将不能住。但未本性，转不见呢。所谓心地法门，万法皆以初心建立。有见即有，无见即无。不可以净性上转作见解。所言定慧，感用历历，积积成成，见闻各地，皆是镜像作解。将为中下金人说。积德，德欲清净，皆不可作如此见解。真是见法有无处，无以有地，但以一切法不作有无见，即见法也。9月1日，书为修愿，自达摩大师到中国。为说一心，为传一法，以佛传佛，不随依佛；以法传法，不随依法。法即不可说之法，佛即不可处之佛，乃是本源清净心也。为此一事实，于理即非真，法律为非。除非即无上本心也。凡夫不去道，为事略情，乃行略道。学道人一念计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自见，即落外道。见有生去机灭，即落声闻道。不见有生，唯见有灭，即落缘觉道。法本不生，今亦无灭，不起离见。不言不信，一切诸法唯是一性，然后乃为佛性也。凡夫皆着见生心，心随心念，欲欲无见。当忘其心，心忘即健康，健康即心灭。若不忘心，离但独境，境不可独，只亦纷扰。故万法为心，心亦不可得。复何求在？
学法律人不见有一法可得，绝义三性，唯一真实不可证得，为我灵证灵德，该真相万人。法华会上，佛以离去者，该是多也。故佛言：我以菩提实无所得，莫去利益。凡人连欲将时，但观我运皆空，四大无我，真心无相，不去不来。生时成亦不来，死时成亦不去。正然言圆寂，心境一如。但能如是一下顿了，不为三世所驱摄，便是出世人也。切不得有分合气象，欲见善相诸佛来迎，及种种现前，亦无心随去；欲见恶相种种现前，亦无心保卫。但自妄心同意法界，便得自在。此即是要诀也。10月8日，此为修月。言化成者，离成吉10地顶觉妙觉，皆是权力接引之教，并为化成。言保守者，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。此宝不属净量，不可建立。无佛无众生，无灵无所，何处有成？若问此即是化成，何处为宝所？宝所不可治，治则有方所，非真宝所也。故魂在今利益，不可定量言之。但当体会克之，即是言参体者，心不羁也。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该为之断善根参体。菩萨者亲信有佛法，不见有大乘小乘。佛与众生同一法性，乃为之善根参体。大地因成教离我者，为之声闻；观音言离我者，为之观觉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随之成佛，亦为之声闻佛。学道人都以教法相悟，不以心法相悟，虽历劫修行，终毋是本佛。若不以心悟，乃至以教法相悟，即轻心重教，虽成得快，忘于本心。故但弃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凡人都为敬爱心，思爱理，常欲道敬以安心，并思以尊理。不知乃是心爱敬，理爱思。但令心空，敬自空；但令理急，思自急。勿多用心也，凡人都不肯空心。空落于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有人知事不知心，智者知心不知事。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具舍，所造福德皆不贪得。然舍有三等，内外身心一切具舍，犹如虚空无所取得。然后随风应物，灵所皆忘，是为大舍。若一边行道报德，一边宣舍，无希望心，是为中舍。
欲广修众善，有所希望。文法治康，虽乃不着，是为小社。大社如火烛在前，竟无迷误；中社如火烛在旁，黑明黑暗；小社如火烛在后，不见坑井。故菩萨心如虚空，一切具社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是过去社；现在心不可得，是现在社；未来心不可得，是未来社。所谓三世具社。自如来护法家业以来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移。因得空即因不成文，因得物即因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移，能因所应，固然契会。故得则少，然心即无心，得即无得。佛有三身，法身说自性系统法，报身说一切清净法，法身说六度万行法。法身说法不可以言语音声，形象文字理求，无所说无所见，自性系统利益。故曰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报身化身，该随机感应，所说法亦随事应经而为立法，该非真法。故曰报化非真佛，亦非说法者。所言当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合合。一精明者一心也，六合合者六根也。此六根各以尘合，眼以色合，耳以声合，鼻以香合，舌以味合，身以触合，意以法合。中间生六识，为18界。入了18界，无所有。属六合合，为一精明。一精明者即心也。学道人该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合合解。虽被发白，不克本心。如来现世，欲说一乘真法，则众生不信，行谤莫疑苦海。欲道不说，即对见贪，不为众生。普舍妙道，随说方便说，有三乘：善有大小，德有千千，皆非本法。故云：唯有一乘道，余理即非真。然将未能生一心法，故照家业当法造，别复一心离言说法。此一句法令别行，若能克悟者，便知佛地义。问：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师云：道是何物？你欲修行？问：诸方宗师相承，参禅合道如何？师云：接引顿经灵语，未可于名。云：此即是因接顿经灵语，未信接上经灵，复说何法？师云：若是上经灵，何处经就灵？密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况经别有法同情？不见教中分法，法何宗？云：若如此，即道不要求密也。师云：若以目即生心力。云：如是，即分成断绝。
不可是无也。师云：啊，谁介意无？他是阿谁？利言灭他，魂既不虚灭，何故幽言莫断他？师云：若不灭，则变休。谁教你断？你见目前虚空，怎么先断他？魂出发可得，便当虚空向。师魂。虚空早晚向你都有同有异，我暂如此说，你便向着来成解。魂应是不以人成解呀。师魂，我不赞将你要请解属于情，情生即地界。魂。向着来不生情是何？师魂若不生情，啊，谁都是？问采用回想处发言，为什么变道为对？师魂，你就是不该依人，有什么对付？问。向来如许多言说，皆是第一得意，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。师魂实法无颠倒，历经问处自生颠倒，别什么实法？魂既是问处自生颠倒，回想答处如何？师魂。你请将物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又云：即如果持狗上树，见不当处变废，风吹草木也不灭。又云：我处禅宗从成以来，不赞教人求知求解，只分学道。早是接引之时，连道亦不可学，精准学解，却成白道。道无方所，明大圣心，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实无方所。第一不得作理解，只是说你如今尽量正处为道。情量若静，心无方所，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利，只为世人不识，白在情中，所以自佛出来说破此事，强理自人不了，权力道明，不可修明而成解，故分。得其忘全，信心自然，达道失心，达本源故。何为沙门？沙门果者，色如离成，不讲学德。你如今重新求心，奉他家舍，只能学处有什么得失？个人心内。才闻一言，便乃绝学，所以唤作绝学无为现道人。今时人只欲得道知道解，讲求文义，唤作修行。不知道知道解，反成庸达。为知道以理，所以客。晓与不晓，道总不知。三乘学道人，皆是此样。真名实不晓者，所谓知解不晓，皆为毒药。真向生灭中处，真如之中，道无此事。故分我王苦来，无如实道。
将前所有一切解除，情绪并却凌空，更无分别，即是空如来藏。如来藏者，更无参尘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。一佛我以认定佛所，无小法可得。此语只为空理尽量理解，但消融表里情真都无依执，是无数人。三乘教望只是应机之要，随意所说，临时设下，各个不同，但能了知，即不必惑。第一，不得已一机一教边修文作解，何以如此？是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我处宗文不论此事，但知悉心即求，更不用思情力后。问将上来解分，即心是佛；未心即哪个心是佛？师魂，你有几个心？魂为何即幻心是佛？即性心是佛呢？师魂，你何处有幻性心呀？魂，即今三性中说有幻性，回想何得言无呢？师魂，三性中分别向你道幻性心是妄，你已经不解反执为有，将空作实，岂不是妄？妄过迷心，你但拄却幻情性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祖师世来，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。你今不识，即还即性，向外地品，还自迷心，所以向你道即心是佛。一念情生，即对二处，无始以来不疑今日，无有疑法，故名成定正觉。魂回想所言记者，是何道理？师魂为什么道理才有道理？辩证心意。魂前言无始以来不疑今日，处理如何？师魂只为密故，你自疑他。你若不密，何处有疑？魂既是不疑，何竟用说字？师魂，你若不认幻性，谁向你道即？即若不即，心亦不心，可中心即故妄。你竟然向何处觅去呢？问梦灵将自心，离心离金，以何牵妄？师魂起妄牵妄，亦成妄。妄本无尽，真分别而有。汝但以幻性两处情真，自然无妄。今年若为牵他，都不得有签合依德，名为我下两臂，必当得佛。魂既无依执，当何相成？师魂以心团心，魂若心相团，魂何言心亦无？师魂不得一法，名为团心。若了此心，即是无心无法。魂若无心无法，魂何名团？师魂，你闻到团心，
将为有可得也。所以祖师云：人得心诚实，可说不思议。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地。此事六甲里下何堪也？问：只如目前虚空，可毋是境？岂无知境见心乎？师云：什么心甲你向境相看？色理见得，只是个照境第一心，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面目而分明，原来只是形象，何关你事？云：若不因照，何实得见？师云：若也适应上师假物，有什么了时？你不见伊向你道，撒手事君无一物，多如万岁数千般。云：他若识了，就亦无物也。师云：若是无物，便何用照？一目开眼亦已去。上当云：百种道智，不如无求做第一也。道人是无事人，是无许多般心，亦无道理可说，无事散去。问：如何是说的？师云：说各人做什么？本来清净，何假言说问答？但无一切心，即名无漏智。你每日行诸济恶，一切言语，但目中有为法，出言顺目，尽当无漏。如今未无法向道，都是学禅道者，皆是一切声色。何不以我心心动虚空去？如古木石头去，如寒花四花去，风有晓分相应。若不如是，他日真比阎罗主可立在。你但离却有无诸法，心如日轮，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，不照你照。毋是省力的事，到处之时无找不处，即是行诸不行，便是应无所住，离生其心。此是指清净法心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不会此意，将你学得道智，勤苦修行，初以目识，不识自心，尽明邪行，定做天魔惯宿。如此修行，当复何有？至讲云：佛本身自心造，哪得向文理中求？饶你学得三贤四果十地完心，也只是在凡心累积，不见道。自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势力尽，钱反对，就得来生不如意。正事无为是上文，一朝得入如来地。为你毋是以目人，需要向古人见化文讲学理解。地讲云：不妨出世名师，往复大乘法要。你如今一切时中行诸济恶，但学无心，久久殊实得。为你力量小，不能顿超，但得3年5年，
迄10年，使得果入头厝自然花气。为你不能如是，需要重新学禅学道。佛法有甚么交涉？故云：如来所说，皆为化人。如将黄药为金，至小离茶，决定不实。若有实力，非我宗门下客，非我宗门下客。请以你本体有识交涉，故经云：实无小法可得，名为阿耨菩提。若也会得此义，方得佛道魔道具处。本来清净皎皎的，无风言，无大小，无长短顶上，无老无为，无迷无悟。了了见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。大千世界海中央，一切圣行如电波，一切不如心真实。发心从古至今，以佛祖一般，好处欠少一毫毛，机会如是意，大需努力，尽今生去。出世不报入世，问欲祖不会经师，何得传以为祖？受上座是500人，受座为90师，讲第32本经论，分何不传以？师云：为他有心，是有为法，所修所证，将为是啊。所以5祖复6祖，6祖当时只是木契德，必受如来心亲意，所以护法于他。你不见道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复无法时，法何赞法？就会此意，就会此意，方明出家理。方好修行若不信，分何名上座？走来大义领头，顺6祖。6祖便问：你来求何事？为求医，为求法。名上座云：不为医来，但为法来。6祖云：你请暂时念念善恶道目思量，名乃定义。6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当一目时，还我名上座。父庙未成时，面目来，名于言下，忽然莫客。便礼拜云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某家在5祖会中枉用30年功夫，今日丰盛前非。6祖云：如是到此之时，方知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在言说。其不见阿难，问迦叶云：世尊传金南外，别传何物？迦叶就阿难，阿难应略。迦叶云：倒却本情，擦干着。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。深深阿难30年为师者，只为道门智慧，必佛学云：你千日学慧，不如一日学道。若不学道，滴水难消。问如何得不落阶级？师云：将日食饭未前夹着一粒米，将日行未前踏着一片地。
以莫视无人我顶上，终日不离一切事，不必自敬惜，方明自在人。经时时念念，不见一切相。莫认前后三界，前者无去，今者无往，后者无来。安然断作，任运不辜，方明解脱。努力努力，此文中千人万人，只得三个五个，若不将为事，受殃有日在。故魂独立今生事了却，谁能累劫受遗用？